可以鈍化你感官嘅一種華麗垃圾材料。呢個樣嘢呢，係包裝食物之中常見，佔第4位嘅，亦都係品牌設計之外呢最吸引消費者嘅。佢會令素食者呢食咗動物成分啦，亦都會令崇尚天然嘅朋友呢食咗化學物嘅。呢種成分經常出現喺譬如係乳類製品啦，譬如雪糕啊、甜味奶啦，同埋係yogurt 嗰度。咁另外呢，就係有健康錯覺嘅，譬如係果仁、乾果啦、早餐穀物多種嘅飲品，包括係植物奶，例如係杏仁奶啦，同埋豆奶之中嘅。咁當然就係會有各式嘅茶品，例如係花果茶啦、香草茶、果汁、梳打水、有汽水、kombucha同埋係咖啡嘅。此外都係多種嘅醬汁啦，例如係沙律醬啦、即用嘅調味醬同埋茄汁。係啦，答案呼之欲出，就係天然調味 natural flavour。天然調味同埋人工調味嘅分別呢，就係天然調味就源自係植物或者係動物嘅曾經，咁但係過程呢，就涉及複雜嘅加工程序，早已係同天然呢扯不上邊噶啦。咁例如添加咗好多人工化合物嘅，咁睇睇譬如花果茶啦，就幾乎上一定呢都有呢啲 natural flavour 嘅，仲有係常飲嘅果汁。美國環保組織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呢就指出，天然嘅調味呢可以包括超過100種成分，例如係化學溶劑啦、乳化劑、味精、防腐劑等，可以佔當中嘅8至9成嘅。咁天然就係從來都冇一個官方嘅法律定義。咁除咗睇標籤避免呢個不良成分之外呢，食本地當令嘅真原味，咁先至可以喚醒我哋細緻嘅嗅覺啦、味覺同埋感應力嘅，咁就可以達到身吐不二同埋滋養心性嘅結果㗎。多謝大家。